再来看中南部的灾情哦，来看中华落水溪，因为淹过中华大城乡的爆发，乡公所是紧急来撤离1400多人。另外，伫中华溪州有2个水利署的保全是掉伫溪中哦，消防人员使怪手去救人。中华分林2个县市目前是阁有上万户失电，台电阁会重修。10多年毋捌看遮大的水啊！这是落水溪啊，用要放花啦。台美风台过境带来强风豪雨，落水溪口暴涨。25号已经淹过彰化县大城乡爆发，大水是直接灌入去民体，危害到民众性命财产安全。乡公所早起10点请国军协助，将挖出海口的大西村、顶庄村总共1400名居民全部撤离安置。彰化县长黄惠美前往勘灾，强调已经调来太空包阻挡水势。现在也紧急的在调这个太空包来在这边做相关的一个防护。那我也请他们把那个挡水板，虽然高度不高，但是还可以挡一点时间哦，一并拖到这边来做相关的一个这个紧急的一个防护。消防人员坐开拖机往最深的所在来行。彰化县溪州乡透早4点外是传出有2名第4河川分死，伫咧水波输准点负责看机械甲灾情的保全受困伫咧水内底，加载及时调用重机械将2个人救出来。现场有发现民众受困部分，我们立即动用重型的一个挖土机前往救援。过程圆满顺利将2位受困民众救回。强风造成真侪树仔倒去或者是断去，缀着台电的输电线路，彰化县林、福兴、鹿港、溪州、梨林、大城等乡镇拢传出停电。那主要的灾区在我们的二林还有西周。那本处呢，总共动员了208员，还有陈南商2班支援树木修剪。那车辆有88台。各往南边来看，云林县大西沿海电火条伫咧强风之下倒几排，灭了后安村停电，路的交通号志全部失去作用。台电目前全力抢救当中。记者张华坤林报道。